過去嗰2-3年，澳洲升得最多嘅城市呢，真係非珀斯莫屬啦。而根據最新10月嘅數據，珀斯一個月樓價增幅 1.6%， 一年係增長 7.5% 㗎。過去5年啊，係累積增長近 82.7% 嘅。表現係全澳洲 No.1 啊！咁大家有冇諗過珀斯呢個城市升得最多嘅一個區喺邊度呢？如果你睇一睇珀斯呢一個城市裡面嘅排行榜呢，幾乎有一個區呢年年都係冠軍嘅常客嘅。呢個區呢就係叫做阿馬迪啦。阿馬迪早就喺2023年係成為全澳洲升幅 No.1 嘅區，而佢一年嘅漲幅啊係高達 34% 㗎。而去到2024年啊，佢依然都係保持住冠軍 No.1 嘅狀態，好似火箭咁樣啦。一年呢係升 45.6% 㗎，連續2年啊都係穩定增幅第一嘅。我哋今日要睇嘅就係喺 City of Armadale 一個潛力嘅新星，而呢個區就係叫做 Forestdale 啦。究竟喺全澳洲升幅 No.1 嘅 Council 最具潛力嘅區域喺邊度呢？咁有啲咩原因令到 Forestdale 呢個區係珀斯嘅一個咁具潛力嘅黑馬呢？